各位觀眾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，我係 Kevin 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嚟拍攝我哋傲風天宇呢個項目，咁就全新加推咗我哋身後嘅呢一個咧9座嘅廊皇單位。咁佢就大質素嚟㗎啦，171分同埋173方，兩梯兩房，總高係26層高嘅。咁我哋拍攝翻佢今日嘅一個戶型嘅一個格局，以及咧佢嘅一個11座。11座嘅話咧，佢係單價9字頭，都好具有性價比嘅，非常之有性價比嗰個房源。呢個位置咁，相信如果睇 YouTube 嘅好多觀眾朋友呢，對於傲風天宇所在嘅黃金位置嚟講係非常之熟悉嘅。咁我哋就唔多講啦，唔多介紹，我哋直接去到我哋嘅一個房源，拍攝翻俾大家睇睇佢現時嘅一個房源嘅在售嘅景觀，以及而家嘅一個價格嘅優惠嘅政策如何。咁我哋轉頭再見。咁我哋依家睇嘅呢個質素呢，就係我哋傲風嘅9座173方嘅一個其中一個戶型，咁係正向嘅。隔離呢仲有一個171。咁入門口呢個位置係我哋嘅一個客廳位置，4.9米嘅一個闊度，陽台封咗，正南向望住嘅係我哋嘅一個園林，以及我哋嘅游泳池。現時喺4樓嘅一個位置，咁個人就覺得呢個樣板間呢，如果做翻再高翻少少，高於呢個別墅，個景觀仲靚仔，仲闊落啲。咁呢度下邊呢，就我哋嘅小區嘅園景啦。咁下邊呢，仲有一個羽毛球場，以及我哋嘅一個細細地嘅游泳池。傲風嘅綠化係做得唔錯嘅，因為佢係一個全部已經起好嘅。咁綠化係比較多，咁綠化多嘅同時呢，你一定要維護好先，少蚊蟲，整齊企理啲嘅。咁呢個係173方3米嘅層高，毛坯狀態。呢度係示範單位嘅樣板間創意嘅，咁係原本係4間房嘅，依家就剝咗一間房，做咗個開放式嘅一個酒櫃，以及休息區。咁就毛坯啦，咁就可以你哋任意發揮嘅嚇。呢個位置就係一間房嚟嘅，咁呢度係剝咗開放式，正常係到呢個位置嚇。呢度有個門入嘅，4.9米嘅一個陽間。讓嗰個開廳客廳嘅一個開間，咁過到嚟呢邊就係我哋嘅一個餐廳廚房。廚房呢就少咗個窗，即係呢個位置係少咗個窗。點解少呢？因為呢邊呢度係一個洗衣房，咁其實都可以做到保姆間㗎啦嚇。呢個都可以設計嘅，因為毛坯狀態。現時嘅話呢，呢度就放咗一個烘乾洗衣同埋一個洗衣盤啊，喺呢個位置。其實如果係有保姆跟住嘅話呢，咁呢度係可以做一間單獨嘅一個保姆房嚟㗎啦嚇。咁呢度係一個生活陽台，呢邊係一個生活陽台。咁兩邊依家樣板間入邊兩邊都封咗嚇，呢邊就北向。都係望我哋嘅園景，但係樓間佢咧就正對住我哋前邊嘅另外一棟樓，稍為就密咗少少。咁呢個咧就我哋嘅一個飯台咧，6人位，其實可以擺到我哋嘅一個8人台都冇問題嘅。咁呢邊就我哋嘅一個廚房，雙門嘅一個雪櫃，嵌日式嘅。毛坯嘅話咧，就朋友仔就可以自己去發揮㗎啦。3米嘅一個層高，兩梯兩房，總高26層。呢邊係其中一間房。呢間房訂做嘅衣櫃，3邊落床，都係望園景，好安靜嘅。呢個位置9座嘅位置係相對嚟講比較舒適安靜啲嘅。呢個就我哋嘅3點式嘅洗手間。咁呢邊咧就其中又有一間房，唯一可惜嘅173方使用率唔係好高，因為佢做唔到雙套廁嚇。如果做到雙套廁就比較理想嘅一個狀態啦。呢
呢個係其中一間書房。OK， 呢個就係我哋嘅主人房。主人房就比較大，比較氣派啦。咁呢度就係單獨嘅一個套廁，咁就有我哋單獨嘅衣帽間，U 型嘅。OK， 呢邊就三邊落床，1.8米嘅床，毛坯價單價1.2萬起，咁即係圍到入場費要去到200萬嘅一個總價啦。咁就越貴就越高啦。如果係200萬嘅話咧，你會揀4.0嘅住宅，定係揀呢種傳統嘅大側幅173方嘅位置？其實呢個咧現樓狀態比較穩陣，呢個其一。咁一陣咧，Kevin 會同大家分析翻佢嘅一個優缺點，拆解話俾大家知㗎啦嚇。咁呢個就其中一個示範單位。OK， 我哋轉頭見。我哋依家嚟到咗澳豐天御嘅11座10樓清水單位，佢同之前賣開嘅一樣嘅，都係2部 lift， 咁就2梯4貨1層㗎啦嚇。咁都係同樣嘅一個佈局。電梯位出嚟嘅話咧，呢邊有3房。咁其中有2房咧係89方嘅一個3房2廳1廁嘅，咁呢度就係我哋嘅一個0189方3房2廳1廁，佢係清水樓嚟嘅。今年年尾收樓，呢邊都同樣嘅都係88方嘅。咁我哋一個過嚟睇睇啦。咁同之前又冇咩區別，依家就係佢嘅一個清水嘅狀態，現場仲喺施緊工嘅。稍為有噪音就係呢棟樓有人施緊工㗎啦嚇。所以呢啲發展商係比較穩陣，資金嘅實力係比較雄厚嘅，唔驚有佢其他一啲資金爛尾嘅風險。咁呢度咧就係我哋一個10樓嘅一個狀態嘅一個景觀啦。前面咧就係我哋嘅8、9座呢邊就係邊圍望開呢邊嘅3房2廳1廁。咁前面6座咧就喺中間小區中間，所謂價格方面咧就比較貴翻少少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嘅邊上㗎啦，所以佢嘅單價咧就9字頭起。呢邊就景觀就爭啲啲。如果追求性價比嘅話咧，又想有呢啲好嘅位置，港車北上嘅朋友就啱呢啲啦，性價比高。100萬唔使，可以攞低一套3房咁樣一個單位，咁可以即時今年年尾收樓就可以享受翻你嘅一個退休生活啦。或者係度假翻嚟度下假玩下又得。話晒中山嘅一個幸福指數物價啦，相對嚟講都非常之有性價比嘅嚇。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88方嘅3房2廳1廁嘅一個佈局全部都比較開揚嘅。呢邊嘅景觀望住我哋嘅山景，個前面嗰邊咧就德寶怡高。呢邊咧就相對嚟講景觀咧就冇前面6座咁靚仔啦。呢個咧都係3房嘅嚇。咁除咗呢個80零方嘅3房之外咧，佢仲有一個100幾方103方嘅113方，唔好意思講錯，113方大則少少嘅呢個3房嚟㗎啦。咁呢個位置就相對嚟講就係2廁嚟嘅，就一個大3房。咁比我哋88方嘅話，個尺度睇得到我哋嘅開間都係闊落到好多㗎啦。2個洗手間。對於房間要求唔係咁多嘅話咧，又想嗰個尺度積數大翻少少嘅，咁呢個積數都啱嘅，113方。咁價格9字頭到1.2萬之間都有得揀嘅啦嚇，就睇你揀邊個戶型，咩樓層。澳豐天御嘅位置一直嚟講，好多人拍攝，咁大家都有睇開，就非常之知道清楚佢嘅一個周邊嘅配套同埋位置。咁我哋不定時咁咧就更新翻佢嘅一個優惠政策啦，以及推售嘅流動啦包括我哋嘅依家賣緊嘅房源，仲有剩低邊啲如果覺得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 WhatsApp Kevin， 咁係安排你實地嚟考察睇樓嘅免費專車接送，認購辦理嘅手續全部係Kevin 專人跟進翻嘅。咁呢個咧就我哋其中嘅另外一個
03戶型120方嘅南北通透雙陽台4房單位。呢個景觀望我哋呢邊嘅小區園景別墅區，呢邊有陽台部分，連通埋我哋隔離間房。咁呢邊咧就望我哋嘅山景啦，就雙陽台嚟嘅，通透型。廚房嗱，呢度可以改動，可以剝咗出去，推出去，成幅牆推出去封起嚟，咁你嘅尺度又闊落，比較安靜。格格咧，睇下我之前嘅片都知㗎啦，個報告冇咩區別，只係流動嘅位置唔同，以及收樓嘅時間唔同，同埋佢嘅景觀有少少差異啦。主人房套間，有啲人咧可以喺呢個位置，有個建議喺呢個位置裝翻個門，咁就單獨嘅衣帽間同埋我哋嘅休息區，以及中間呢個部分就係我哋嘅套廁。咁呢個咧就對於房間需求冇咁多，但係又想闊落啲嘅一個尺寸嘅一個主人間嘅大開間嘅話咧，咁樣設計都唔錯㗎嚇。咁呢邊咧就做一個單獨嘅衣帽間，嗰邊就休息區。好啦，咁澳豐天寓現時更新翻佢一個在售嘅房源啦。我哋加推嘅我哋嘅9座嘅樓雲單位，173方同埋171方兩個大積數，以及依家11座賣緊嘅性價比比較高嘅9字頭單價9字頭嘅一個房源。好，我哋轉頭見，總結翻佢嘅其他嘅一個資訊俾大家。觀眾朋友，咁我哋頭先咧就拍攝咗澳豐天寓嘅一個9座同埋11座，咁面積段咧就涵蓋有我哋嘅88方啦、113方同埋120方，以及大積數嘅171同埋173呢幾個積數嘅一個面積段啦。咁細戶型嚟講咧，呢個位置確實買得過嘅。對於我哋港車北上嘅觀眾朋友，咁如果係唔考慮揸車上翻嚟大陸呢邊嘅話咧，需要一啲配套成熟嘅話咧，咁呢個樓盤可能就要就唔啱嗰啲朋友啦。係呢個樓盤一定係啱港車北上嘅，方便嘅，咁係周圍去嘅嗰啲朋友啦。咁其中170幾方呢個大積數，咁200萬嘅咁樣嘅總價，相對於我哋現時市面上賣得非常之熱嘅一個4.0嘅住宅，咁個人認為呢個173方係比較穩陣啲嘅。咁係有幾個人嘅觀點啦，咁分析同大家拆解翻啦。咁第一呢，佢係唔需要你等，因為市面上嘅4.0嘅住宅幾乎上都要差唔多2年嘅一個週期先可以收到你嘅攞到鎖匙嘅一個物業。咁澳豐天寓嘅170幾方，咁係唔需要嘅。現樓嘅一個狀態又係無批狗嘅交付。咁買開呢啲大積數嘅朋友，咁都係有自己嘅諗法啦，去設計打造啦。咁你如果係買4.0嘅住宅，你只可以買到我哋119方嘅咁樣一個4積數，咁就其他就要去到話係一個贈送。高贈送嘅一個面積俾到你，先去有咁大嘅一個闊度。但係如果係贈送嘅話呢，你好多地方係唔可以改㗎，你要聽清楚留意翻啊。因為4.0嘅住宅係贈送嘅話呢，贈送肯定有要求，佢係唔可以改動嘅地方係比較多嘅。咁同時呢，佢係一個電梯出嚟嗰個位置係屬於贈送比較大嘅一個位置，但係呢，你封又唔可以封，用嘅話呢，只可以係開放式咁樣去用嘅。所以對於我哋傳統呢個170幾方嘅一個澳豐天寓嚟講，呢個積數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穩陣又係舒服嘅。咁第二呢，佢係位於我哋嘅一個小區中間位置，又係望住我哋嘅花園以及游泳池。景觀嚟講，南北通透雙陽台係比較傳統嘅咁樣一個戶型，又可以自己改造去裝修。咁係有諗法嘅朋友，呢啲係比較啱你㗎啦嚇。咁第三點呢，就係佢係一個我哋嘅現樓狀態，即買即收樓，唔需要等，咁係即時如比較穩陣嘅，咁就可以即時去用翻嘅，買咗就收樓裝修，
咁啊，其他嘅家私電器一入場就可以即時享受啦，唔需要再等2年咁樣一個時期嚇。咁第四呢，咁呢個位置啊，相對嚟講係比較方便㗎啦嚇，上落高速啊、返香港啊、配套啊、醫療啊、公園啊呢啲等等，全部環繞住你嘅小區嚇。咁個人都認為可以值得嚟呢度睇睇嘅。好啦，如果係想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或者係想睇其他樓盤嘅話呢，可以 WhatsApp 聯繫 Kevin 專車免費睇樓接送你啊！咁我哋今集嘅視頻內容就到呢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